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国的广西有一种小食面叫做擂腮粉，酸咸啊酸咸，滋味是真特殊，真侪人爱食。讲最近伫台湾真流行，袂少人会买回去家己煮。结果其中有一个牌子包装的面顶竟然印讲你是中国人，我嘛是中国人等等的标语，互人质疑是毋是中国咧统战台湾。经济部长王美花今仔日来表示，本来就无允准这种中国的这个来进口，即摆伫市面上咧卖，毋是走私的，就是虚报的，所以即摆不管是实体的通路，或者是电商的平台，拢已经要求因爱收起来，袂使你个卖咯。我早晚都要吃的。难怪我是差不多。张笔记就算大面膜，嘛要食几嘴面，甚至是好姊妹来。服务员，多少钱一碗？15块。亲身替伊煮一碗，到底是偌好食嘞？一碗香港的素食包螺蛳粉，伫咧台湾嘛真称。我即摆所去人发现，通路卖其中一款，敢若真有统战的意思。包装顶印你是中国人，我嘛是中国人，四舍五入一个你就是我的人，而且这款产品网络或者是店面都买得到。统战的一部分吧，个人的感受，个人就绝对不会去买。他们内地的一些包装本来就打一些土味情话，那我就觉得看看就好，不用过于认真，认真就输了。就只是酷手一下吧，就可能他的产品想要做一下宣传，就这样子写。反正那是他讲的，又不是我讲，又不是我觉得。民众的看法无同款，有的人坚持袂买就是袂买，有的人是笑笑看待，认为免想伤济。我照即卖规定，中国大陆制造米粉类产品，拢是袂当进口的。不晓得进口多少量，因为是到最近才发现，我们觉得是走私的或者是虚报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就应该要处理掉的。会艺人到网络边青拢真爱螺丝米粉，莫怪服务者冒险因米来买。不过即卖无论包装敢有争议性，台湾出现中国大陆的螺丝米粉就是违法。即卖除了要求下架，嘛要加强稽查，追查非法进口来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